继续要来讲，什么款的体材、什么款的身材较长会受力？综合到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，甲欧洲类分泌学会这个学刊所刊的研究，讲出一个结论，讲这个腰瘦、大腿粗，甲这个尻川皮大搁翘的人，讲较长会受。选美比赛，大家拢是魔鬼身材，是讲什么款的体型较健康？我应该就想要变成欧美女生那种身材，胸大细腰，然后屁股很翘的。其实腰细、尻川翘，唔乃放电过会长会受。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团队用24年追踪9万名民众，发现讲腰细、尻川较翘的人活较久。要伫欧洲内分泌学会会刊顶面嘛有刊研究讲，腰较细、骹腿较粗的人，甲腰较粗、骹腿较细嘅人比较起来，较袂去治疗高血压。医师嘛认同。我们的脂肪有分所谓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。那皮下脂肪一般是比较好的，尤其在大腿的部分，它是可以刺激一些所谓免疫系统。反而是腰围比较粗的、腿很细的，它得到代谢性疾病，像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都比一般人高。那呢，腰的脂肪要安怎减？健身教练讲，会使伫厝内做这个动作。我们的屁股会往上推，朝向天花板的方向。那到身体是呈现一直线后，臀部就可以再放回到瑜伽垫上。佫会使训练骹腿筋肉，这个骹腿较粗，无一定是歹代志。咱若定期运动，食适合平衡，安尼就较袂治疗慢性疾病。